Sanibonani，你们好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不同类型的水果。李子是伊布拉米，伊布拉米柠檬是伊拉木纳，伊拉木纳蓝莓是阿玛金吉佐罗，阿玛金吉佐罗杏是伊比利果西，伊比利果西。让我们再说一次，伊布拉米，伊拉木纳，阿玛金吉佐罗，伊比利果西。我们的课结束了，请记住要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下节课见，再见。